新疆魔都六合魂。李鸿儒军阶顶，将历史丧至朝廷，国亡嘉靖皇帝皇室官职，六合受封为做主修负责管理平西兵。当时大明皇帝并属鸿儒甲六合的缘分，当六合甲鸿儒举行婚礼期间。喷火井掩蔽炸死的流壳之油，天高龙、喷火龙变色狐狸顶，伊的手段非常的毒辣，想得要伤害六合夫妻性命。新娘官李鸿儒。伊知影伊翁婿六合做人慷慨，又搁慈祥，伊伫咧陪这三平之友，也毋敢去甲伊惊扰，毋敢催促伊进房。这个时阵，李鸿儒单独守在着这个职下，伫咧看兵书战情，特别等待六合入进房。这个时刻，紧张、恐怖，四面排成杀机。悲壮的代志发生了。鸿儒，赶紧，有行无咧，有行先甲无咧，再来讲。恁这捌艺术的呀，要为了咱的药拢停的哈。按照大人鸿儒已经受伤吓紧了。鸿儒，你是我六合的连累，受这流寇甲你伤害。鸿儒，你真可怜呐！六合先生啊，这个时阵毋是悲伤呢，赶紧将鸿儒交付入内面哦，派人甲照顾。我天生啊，全天下拢联络，请这名医来医治的伤眼。甲看起来，伊身躯中间就是这个两蕊目睭上介严重啦。因为目睭内有雕这个飞针伫咧，真若无医术高明的人，特别摕这飞针也是真困难。鸿儒，赶紧飞入来，快紧，哈，飞入来，哈哈，师傅娘啊，你师爷真可怜啊！奇怪呢，是安怎规内面所点的蜡烛，拢总同时爆炸呢？是啊。这个可能就是外来的流寇赤俄组织所做的代志。实在有影心怀手乱。喂，这金香节什么人去款的哈？什么人款金香节的？出来！来咯。各位英雄，各位技术，就是我去款的啦。你敢毋是阿福伯啊？是咯。我都唔知，我特别去款金香节。去拄到一个70、80岁的老人，也款金香节款便，也伊伫咧甲我讲六合要做人啊，救人真济，也助人也真济，也是国家的栋梁。所以呢，一世人一摆结婚，应该啊爱大甲伊祝福。伊讲伊都真善，无偌济礼物，总是买只金香节，代表伊的心意，特别甲六合庆祝。我要提钱予伊，伊都唔敢收。伊讲这是庆祝的物件，免来使收钱。我想讲这金香节都爱共收起来，也来甲点的，谁知甲家亲也情怎爆炸？我罪该万死。我冤受我的头家，甲我责备，我原来去受压，我害着新娘官我原来乖啦。六合先师伊也袂去责备啦，总讲这是你的疏忽，但是呢。看起来瓦拉赤俄的组织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毒辣，这也是红不胜红啦。对啦，后壁啊，等，你也免悲伤啦。像伊伫咧讲吼，孙娘做出来一枚，收出来一羹哩咧，这有影红不胜红啦。像迄阿霸王，遐尼勇，共款嘛是死在着这个瓦拉。好啊，莫阁讲这个悲哀的代志。你若愈讲，也六合先师就愈悲哀。
而且阿霸王的老母也来伫咱这个所在啊！哦，即马就是面对现实，爱掠这罪犯就对啦。这罪犯若无甲肃清啊，对刘合贤师有所危险。唉，刘合贤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人啦，因为咱连累着暗杀大人李凤如，真是于心不甘。喂，恁这老前辈，恁这王子公孙399流的名流，拢来这咧食喜酒席，恁敢袂感觉讲真无面子呢？哼！恁娘我鬼的，啊你这个闭雕，啊今日这代志发生，你还搁咧笑，笑，可笑！连我闭雕也是同款。我武林的博士在当场发生着这个悲壮的代志，你叫我卖笑？你娘我鬼啊！你应该来哭呢。我闭雕哭袂出声。总讲一句，咱的民主真扫落地啦。各位英雄，各位兄弟，若无掠这个赤狐的组织，无甲伊洗清，无将这个喷火龙，无将着这个变色狐狸给收伫弹杀，绝对免你。也毋过当时，这个赤狐啦、变色狐狸啦、天狗龙、喷火龙，拢总是落这个喷火井。我认为这个喷火井都是伊的作弊，这里都是伊装神之处。比掉你讲起来嘛有理呢。安尼好，各路英雄听着，一定要将这罪犯给肃清，一定要抓这个凶手，有听无？啊，个个奋斗，笑！行！各位前辈，又搁受我连累。不能享受到这个太平宴，我甲你讲啦，太平宴慢慢无要紧，生性这人爱甲肃清，这歹人无甲伊低调咧，社会不安宁啦。刘合贤师，你即马专心顾凤如吼，也其他的代志，拢总我来办就好啊。感谢天生善人，感谢圣经儒教，知吧？我要你去掠犯的，吼，你来顾阮先生娘啦嘿。我一定将犯人抓来阮先生娘，甲判罪就对啦，知话你着保重身体。是啦，师傅啊，保重身体哈。阿婆，是啦。我的客囝六合今仔日结婚典礼来发生这件代志，实在是令人悲伤啊！唔爱悲伤啦，唔爱悲伤啦。我要来去后去拜拜。六合，母亲，你受惊了我是担心你甲凤如，当我老岁仔这么老我哪有咧惊死啦？对，这番邦的土匪这么可恶，伤害着我的亲生囝，连我的儿子也想得要甲我伤害，老身恨不能插舌到这个番邦。将这歹人给低调。母亲，你唔通如此过头，请入来静养吧。多谢我的囝儿的行孝。是啦，母亲入来吼，知了。我来无头，赤狐煽动瓦剌同兵马大元帅，这个奸臣用达多，率领着数千军兵，入东楚达旦守关的南城。现在双方展开一场大混战，这个时阵，城主的小妹金丝兰带着伊的囝儿，历经比沙洋，在乱军中的逃走。呀！可怜城主金毛狗已经惨死在这个用达哥屯兵之下，为达岛城市捐躯了。另外这边面，流寇之首天狗龙不罢甘休，派着数名的这杀手千里追踪，要将金丝兰母囝给斩草除根。唔通搞！
危险啦！唔通讲。这个时阵，这乌道的死去，武林杀手已经发现到金丝兰宝镜躲藏在树林内面。讲金丝兰的宝镜，伊的生命在九死一生之际。乌鹰，北海乌鹰出现了。北海乌鹰乃是替天行道、见义勇为的乌鹰，伊也是被认为阿霸王化身的乌鹰。这个时阵，乌鹰特别大展神通，解救金丝兰宝镜，同时特别收拾一班的恶徒咯。两匹的男子汉，两匹的男子汉，男儿只出乡关，两匹的家人无共款，捌心头乱，捌心跳翻，无见管别人，也无见予人管。快快乐乐的人生观，每日两撇喙手连环环，两撇的男子汉，不知什么叫做怨叹，不知什么叫做困难，人生海海那面漫。上头一站啊，两匹的无简单，两匹的男子汉。北海乌鹰自将金丝兰宝镜安置在一个安全的所在，伊也继续要进行伊的任务咯。当归啊，公山多新所对来讲，哎呀，讲你听咧，阮师傅娘今仔日安尼吼，两眼失明啊，一寡医生啦，伫咧甲伊医对毋对？阮师傅一个人伫甲伊管顾吼，恐惊顺利咧，较袂好势，所以我叫公山嘛，踮遐往那管顾阮师傅娘，斗骹手就对。好，安尼呢？是啊，咱即马特别来去外县，要来掠这罪犯，先生爱对这个白塔斯经过你咧。入来问一块的，好一块吼，无所不晓啦，是一个天才神童呢。来甲问看这罪犯到底藏在什么所在？而且一块有6口宝剑呢，天下名剑，也叫伊招咱，安尼咱才会胜利啦。讲安尼嘛是有理，安尼甲叫啊！喂，一块啊！喂，5角的3分的，我来了。阿弥陀佛，现在，原来就是大劫野当归。卖啦，卖大劫啦！讲到劫哦，实在有够苦劫。什么代志嘛？讲互你听哦，你就感觉真悲哀。哎呀，实在真可怜。阿弥陀佛，现在，你来这是要创啥？我讲你听吼，你的6口宝剑有2支咧招我啦。袂用哩啦，这个宝剑吼是杀人的凶器咧。我食菜人大慈大悲，这个宝剑佫招你，唔多若是佫伤害人命，安尼我就是会被拍落阿鼻地狱。你袂想讲阮师傅六合拢是替天行事，说来其实替国家伫咧做代志啊，所杀的人拢歹人呢。虽然话是安尼讲，但是我食菜人无需要安尼做啦。无好啦，物件你的，你要招唔招？我野当归也不供人之所难啦。我要来问你。到底这个赤鹅是装在什么地点？当初这个赤鹅啦、天狗龙啦、喷火龙，也甲这个变色狐狸，拢跳对这个喷火井落去，是安怎样发生这个代志？这个代志嘛，我无啥了解咧。莫安尼啦，我就知影讲你读甲足好个咧，你对这个外迄个代志足熟个啦，输在这未知己，你若甲大慈大悲呢，一定都要帮助我，甲指点去认才对。安尼呢？是啊。好，先有做啊，救难救苦，到这个时阵，我若是无讲这个秘密啦，恐惊恁这群劫拢会受害。若听到六合，也甲这个暗杀大人受害吼，我实在是真不平啦。我甲你讲吼，这个喷火井啊，都是烫硫磺国。喷火井烫硫磺国？是，这个喷火井的火吼是冷的呢，唔是烧的呢，所以这真坚的地方。
迄人跳落去烧袂死啊！哈，火后冷的啊！有喏啊，这无诶，嘿，啊，流洪国内面毋都拢总遮歹人啊所多藏的地点呢？无错。所以恁伫要去吼，我想真危险，因为这个赤鹅非常的惊人啊！啊，这个吼是无人性咧，啊，好足阿爸就对啦。所以若是看到西黑人，就要抬，就要杀；啊，看到中原人吼，就要修理咧。所以下当过恁两个伫要入这个外隙啊，我感觉伊真不安。也不然无你嘛安尼教我的方法，看要如何才会当消除赤鹅组织，哈，才会当掠到这天高龙这个流寇之手。我会当援助你是一个范围啦。啊，拜托拜托，因为恁两个人，若假使入外迄个时阵会遇到困难，好好。若遇到困难的时阵啊，我教你念这个心经啦。哈，神经，他们是神经，神经都爱去迄个精神病院治疗。毋是，我所是咧讲是心经，这就是咱这个佛文240字，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啊，你若是咧困难的时阵吼，呀，这个心经念念咧，安尼自然就会安心就对，就会产生智慧。啊，若产生智慧吼，就会当家己解决这个困难。有影，安怎念啊？来，我调你看，这段240字啦吼。我有法度啊，这要安怎念？呀，最重要就是这个波罗蜜多心经的这个心经咒。吼，心经咒。这个心经咒哦，你念好熟，吼，祈求的时阵爱念这个心经咒就好。好安尼吼。对啊，哈哈，但这家己我跟你讲哦，这就是印度话翻作中文的啦。啊，你真足听，啊，这个音爱读互伊食才有效哦。好啦好啦好啦。嘎地嘎地波罗嘎地波罗三嘎地，不地萨婆法。搁念一摆啦，安尼听得清楚。嘎地嘎地波罗嘎地波罗三嘎地，不地萨婆法。这是在家己啊！下当过你是有够含闷呢，我听两遍都拢甲记起来，你咧？你念看觅，你念看觅。雅者，呀薄薄的雅者包玻璃，啊雅者煞挂破。大口袋啊！后人念安尼，人是讲嘎地波罗嘎地波罗三嘎地，不地萨婆。安尼啦。哦，不敌杀破。我听讲雅者包玻璃，嘿，甲油玻璃雅者。好，安尼好，安尼我直直念吼，一路直直念啦，念来会熟就对啦。是啊，去都要小心呢。啊，多谢一箍的，行。五角的3分的，阿弥陀佛，现在，这个所在未大哩啊。即马赤鹅若知，天狗龙若知影吼，我一定会去修理。所以这个所在毋通大，赶紧的包我款的，宝剑款的，好离开此地。哈，啊要米哪里哦？无米哪里哦，生命危险啦！赶紧的米哪里？好，米哪里哦？我乃是海剑青，海剑明，我就是喷火龙。喂，你是毋是在天雷国战死迄个阿霸王？哼，阿霸王无熟悉，你愿加入到赤鹅杀敌的行列吗？何方是敌？何人是敌呢？中原人六合三甲拢是敌人。废话。喂，你是毋是阿霸王？无熟悉，我就是替天行道、正义的杀手北海乌鹰。什么？北海乌鹰？我问你，六合你有熟悉无？无熟悉。也若无熟悉，我问你，什么人是仙？什么人是恶？六合仙师，赤鹅呢？邪恶。靠的狗囝哩啊！来人啊！开刀！对呀！什么？北海乌鹰
是啊，自称大天行道正义杀手，是啊。哼，奇怪，迄个奇怪呢。所以讲，恁真咧做诶代志，讲做了真好，但是我甲你看起来哦，我若无较全。啊，恁讲用迄什物地雷火炮啦，什物迄种飞针，要去暗杀六合甲六sáu因某啊。啊，六个某生命了也无死啊啦。啊，即马说即个北海乌鹰诶，因就爱知影咧。迄阿霸王一个死了尔，北海乌鹰出现风尘啊，即个甲阿霸王绝对是有密切诶关系。不管是阿霸王也是北海乌鹰啊，既然甲我作对，这个都爱甲伊除掉。来人啊！总动员下山收敌北海乌鹰啊！我不走，我来干，回来！哦 no！ 哎呀，安尼个看起来吼，这拢无熟悉了，拢无熟悉哦。这毋是咱城的哦，嘿，这毋知倒位军兵。哎呀，当面喏，喂！中原人啊，杀！现在野当归甲真大条，来到咱城之外，遇到外来援兵，团甲伊困住了。拼啦！另外一面，北海乌鹰单独对付着天狗龙500名恶徒。这个时阵，独眼龙在了高岩之上，观看乌鹰大战天狗龙，结果如何？请看续集片底分晓。